各位觀眾晚安，歡迎大家收睇亞洲電視 Sam 哥踢館4啊！嗱，今晚咧繼續有我 Sam 哥同大家欣賞咧精彩搏擊賽事啊！咁咧就係泰國嘅新尼柏對呢個南方嚟自白俄羅斯嘅基莫維治。咁喺白俄羅斯咧其實都唔錯，但都有40-50場嘅出賽經驗。咁啊，62kg嘅賽事嚇。Round one。哇！呢個新尼柏咧，其實大家有機會睇下佢個樣啊，睇佢塊面咧，見到佢啲戰績咧，就話我諗佢嘅對手咧，真係已經都心慌。咁但係呢個新尼柏咧，其實咧就個名氣都相當之響，咁同埋一個非常之勤力嘅拳手。嗱，咁你睇下佢啲膊頭嘅肌肉咧，相當之發達啊，知道佢咧即係一個拳法嘅高手嚟。咁同埋咧係相當之進取啊！即係好明顯咧，佢係對自己個體能咧係相當之有信心。其實佢年紀唔輕㗎啦，超過30歲啊，咁啊相當之有經驗。但係咧，因為佢真係好勤力咁操練啦，咁變咗其實佢而家都係即係狀態咧非常之好。但係對付新尼柏呢一種磅數同埋呢一種打法嘅拳手咧係好危險。你睇佢嗰個拳腳爭失個運用方面啊、體能啊、力度方面咧都係相當之足夠嘅。同埋62kg咧，可以話係最成熟嘅一種磅數，都係最危險嘅130幾磅，亦都係相當之敏捷。嗱，其實而家睇到呢度咧，好明顯新尼柏喺個回合裏面已經控制咗嗰個情況。因為咧嗱，一路逼住你打，你還嗰陣時佢又唔退，其實一路夾住佢打，一有機會咧就整一紮組合啊，拳腳爭失嘅組合俾你，咁可以話力度、速度、角度咧全部都有晒嘅。嗱，呢啲真係夾住你嚟打，係咁逼住你嚟打呢種打法咧，其實如果對於一啲新進嘅拳手咧，真係會係心理壓力相當之大。哇！我啲前爭運用得非常之好。咁啊，基莫維治咧打到呢度，如果暫時都未俾對方 KO 或者 TKO 咯，其實都算係唔係簡單噶啦。咁但係實在咧，嗰個力量發揮方面咧，始終真係有少少係唔係好同層次，同埋新尼柏可以話係真係個狀態非常之勇猛。佢打呢場比賽都冇刻意減磅。哇！一下離身膝，好靚。咁呢度咧，即係基莫維治已經倒下咗一次啦。咁啊，拳證要數佢啦，一來俾啲機會佢休息啦。依下非常之好啊！嗰個前撐用得。第一回合完。第一回合完，咁啊真係好彩啊！基莫維治可以休息下啦。Round two，第二回合。嗱，咁除非基莫維治嘅拳擊同埋佢嗰個彈跳力運用得好啦，個步伐方面，但係好可惜咧，佢已經雙腳咧中咗好多腳啦，咁亦都好影響佢進退嗰方面嘅速度啊，同埋嗰個方位。咁所以話咧，而家係一個真係捱打狀態嘅，邊打邊退。哇！啲腳相當之重啊，新尼柏喺之前我嘅節目咧都訪問過佢，大家睇過佢踢沙包、踢靶嗰陣時，哇！真係好勁啊嗰啲力。啊！一下低數，哇！好型啊嗰下，右腳咧係嚴重受到重擊啦已經，啊又要再數多次。其實呢場比賽咧，真係可以話勝負已經係好明顯嘅，咁但係咧，基莫維治都仲未放棄。咁拳證亦都想俾多次機會佢，佢自己都想繼續打，所以就俾佢就打多次。如果唔係，其實頭先個情況咧，某啲嘅拳證都可能會暫停呢場比賽。嗱，你睇到已經係即係你行左踢左，你行右踢右，哇！已經係完全冇招架之力。咁
咁終於咧，即係權證以個安全為理由咧，就而家終止去到好失望啦，即係對自己嗰個表現咁，但係輸俾呢啲咁嘅超級高手咧，真係雖敗啊猶榮啊！咁啊，志在參與啫，拳賽都係咁啊，起碼佢都能夠盡量冇放棄到自己啦。咁呢啲都係拳手嘅一種精神嚟嘅。